激戰數、群雄逐鹿，今明中國2026年第二季實盤爭霸賽已經踏入最後衝刺階段。今季賽事即將迎來最緊張刺激的終極對決，各路投資高手齊集賽場，經歷多輪市況波動洗禮，競爭如趨白熱化，排名榜隨時更新，每一單交易決定都足以決定盈餘同獎金最終花落誰家。瞬息萬變的市場走勢，成為今次收官階段最大挑戰。市價升跌反覆之間，極度考驗參賽者的市況研判能力、風險控制意識同買賣節奏。好多參賽者靠精準趨勢判斷守住排名，亦有參賽者找緊市況機遇逆市進擊，不斷拉近累計資產淨值同投資勝率距離。排行榜名次變化頻繁，未到最後一刻，冇人可以鎖定最終排名。一番激烈競逐之下，賽場唔只係盈利高低的比拼，更加係投資理念同實戰經驗的全面較量。作為業內具影響力的實盤賽事，今迎中國2026第二季爭霸賽準備了豐厚獎賞，總獎池價值高達20萬美元。盈利大師賽冠軍獨享2萬美元現金大獎，勝率達人榜冠軍均可獲得500美元現金獎勵，仲有大量 Wolf 金幣任由大家瓜分。隨住賽事截止日期越來越近，所有參賽選手都進入全力衝刺狀態，把握每一個交易機會，優化賬戶盈利同勝率，力求於終局一戰突破自己，將至高榮譽同豐厚獎賞一收歸己有。賽事報名通道仍然開放，有意參賽的投資者都可以於賽事完結之前踴躍報名參加。今明中國全程見證每一位投資者的精彩操作，亦期待更多交易者把握最後逆轉勝的機會，參加呢場頂級投資對決，透過實戰磨練投資技巧，贏取專屬榮譽同豐厚獎賞。